Yo，大家好！日本製現場啊，又係我一哥好介紹呢一個 Takami， 應該都介紹過好多次啦。咁呢一支咧叫做起戰結顏羽啊，非常之好用。日本製咁啊，開俾大家睇睇啊！等等，嗱呢一支咧就係結合咗呢一個茶樹油啦、玻尿酸啦，同埋呢一個氨基酸嘅。點解佢會咁好用咧？因為當你擠咗出嚟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個咧類似一個叫做層疊嘅起泡啊。咁佢就係用一個嘅層疊嘅一個氣墊嘅起泡咧，就令到你嗰個毛孔裏邊嘅氧化嘅皮脂啦，或者呢啲嘅污垢咧，從而得到清除，而唔係用一啲物理性將你面部嘅油脂或者污垢咧進行一個破壞或者清洗嘅。咁啊，對你皮膚係極之溫和。咁啊，示範一俾大家睇下佢嘅起泡效果啊！大家望一望，當你洗面之前咧，就好似我咁樣捽一捽，咁你會見到有拉絲嘅效果嘅。咁呢個拉絲效果咧，就可以喺你嗰個皮膚上邊咧，就係直接溶化咗啲氧化嘅皮脂同埋污垢，從而會令到你有一個清爽同埋緊緻嘅幼嫩肌走出嚟嘅。一哥推介啊！想知邊度買？留言俾我啊！